It is，Hello。你好。你而家學緊廣東話係咪啊？係弟弟。哦，英文少少，英文好少係咪啊？少少。係。如果少少。少少，OK。咁你用廣東話介紹下自己啊，唔該。弟弟先生你好嘛？我要介紹自己，我叫 Lydiawati。弟弟先生可以叫我 Is。我今年28歲，我結咗婚，我老公就咁掂，我有2個女，成年中7年，我150cm，我60公斤，我以前做過喺印尼2年，2022年至到2024年，喺老闆屋企有4個人，弟弟先生，婆婆65歲健康，1個女9歲 ，BB 3個月同埋1隻狗，我管咗。BB 3個月同埋小朋友追餸、買餸、洗衫、燙衫、掃地、抹地、清潔屋企、洗廁所。我唔識做肉，但係我識煮肉俾弟弟先生食。我唔驚狗，我唔驚貓，我會勤力做女衫、女紗、定位、唔會駁嘴。我想喺香港揾多啲錢俾屋企人同埋我自己。我係咪弟弟先生？以前我做嘢喺老闆屋企。唔該晒弟弟先生，再見喺香港，拜拜。Hello，係啊，我想問下你喺印尼嗰個僱主係中國人定係印尼人啊？我僱主係印尼人，OK， 好，冇問題。我想問下平時你照顧 BB，邊個負責幫佢沖涼啊？係咪你定係婆婆啊？邊個幫 BB 沖涼啊？我啊，弟弟，你啊，OK，講得 OK，係啊。如果係啊，唔緊要，如果唔係好識講，用指得㗎啦，係啊 ，gesture 得㗎啦。好，我想問下你煮飯，每日煮飯邊個負責煮啊？煮飯每日煮飯，你負責煮飯。哦我弟，OK。弟。點樣幫 BB 沖涼啊？點樣幫 BB 沖涼？洗手先，跟住抹乾，準備奶粉。唔係沖涼，盡量幫 BB。係啊，點樣幫 BB 沖涼啊？洗手先，跟住抹乾，俾佢換衫，俾 BB。揾衫俾 BB，OK，跟住咧，俾佢換尿片俾 BB。跟住咧，總之就唔緊要，你都好努力講㗎啦，試下 OK，冇問題嘅 OK。咁你如果 BB 飲完奶，咁你要做啲咩啊？飲完奶你示範俾我睇得啦，係。喂 BB， 全部俾 BB 包。Yang ini enggak, ini itu apa artinya? Tepuk punggung。 Apa itu? Songfong。 總之弟弟。哦，你唔識講係咪啊？唔係唔識講，你做個動作都得嘅，你做個動作係啊，冇問題嘅。OK，你識係咪啊？你點掃風掃幾耐啊？掃幾耐啊？掃風掃幾耐啊？送風係apa？送風幾耐啊？到幾點？送風係到 BB。Nah, ayo ngomong. Songtung. Bukan songtung, songfong. Songfong boy. Songfong sampai bayi glegek. Songfong去到 BB birth。Songtung。唔緊要，你學校學咗幾耐啊？你學校幾耐啊？唔緊要，你學校幾耐啊？而家？你而家喺學校幾多個月啊？喺
kaya 唔係學校。 berapa lama? Bisa jangan jika kalau kita nerjemahkan 3個月係咪啊？ Thank you, Tata. 冇問題，冇問題，冇問題。OK，俾心機啲學，俾心機啲學。好啦，唔該晒，拜拜，拜拜，Bye-bye. 拜拜， Tata. 冇問題，拜拜。